来，单题第19题，这地方他不晓得 ，Scott wasn't sure if 不确定后面是否怎么样。If the woman before him was，所以说 if the woman was 到底是谁呢？是不是某一个人？某一个人的话，我们用 the one，是不是那一个人？那一个人是谁？这是用 who 来代表一个形容词子句，这个地方来说明，进一步说明这个人，这 was the one who pulled him out a car on fire， 把他拉出来，把他从特别车子起火之后，把他给拉出车外来，所以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他？所以 D 为最佳的选项。